昨日是他刚吃海紧感冒的，热心粉丝发信息给我在，苏州新区讲我市中心，28日天接得2万多块洋钿，再主要的是本人施工，而且还特别声明，礼服是套，所以现在一个来再出发去看看，1个钟头40分钟，坐子高铁还到上海1个来回，公交车浪下来最至2分钟，现在个目的地单子，打旗袍室开了一来，一块毡房，龌龊里了，那没电梯个讲，万一铺佛菜是送母娘哪上来讲？耶，那门不开个讲，手指自动门给台北的帮把它。哎，你好，这是预约的明天吗？今天哇，我是我粉丝介绍的呀，他还有他朋友4个人来这里做过。就是呢，它的服务模式呢也是比较特别一点。月嫂是共用的是吧？对的，需要服务我们阿姨会分钟到房间去。晚上呢，宝宝可以托给阿姨，也可以放在妈妈房间。现在最关键就是这个费用。我们家呢真的是性价比巨高的一家，26800、32800、23800的，做了4层的隔音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它是御花园别墅区。我看了其他的地方，月嫂24小时都在房间。宝爸来了洗个澡啊，就不方便。我觉得这个是蛮人性化的，有事就叫，没有事的话嘛你就这里都是月嫂啊，怎么这么年轻啊？是有月嫂有护士，特别激动啊！7个月以后我也要抱了。我想到我儿子28年前我也是这样子。是的，是的，自己当妈的人才知道这种感觉。对对对。Hello， 你好，宝妈是吧？她是生了多长时间了？今天第10天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，不像我前面参观过的2家，它都是酒店里面。我印象当中的月子会所就是一个专业性的地方，不跟别的什么东西搭嘎的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是独立的门。哦，有电梯的。你们从上海把他接过来坐月子啊？他也是慕名而来的哇。难以想象，月子会所也参观过了，养老院也参观过了，同样护理工作啊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一个是朝霞，一个是落日。你闻出来的是香喷喷的小孩子。老呼响，怎么交费用？定金是30%，提前多久要预定？随时都可以预定。哎呦，吃饭菜，鸭子炒、鸽子汤、当鱼、花仁菜、蚵仔笋、羽毛菜。今天我是享受产妇待遇，鱼比较散。吃盐和奶水分泌有没有内在的联系？其实就是心理作用。一直以来大家都提倡少油少盐嘛，是吧？跟你一弄不了啊，吃光。我讲健身吃得惯的，我吃动力，你必须吃得惯，吃不惯也吃的，就这鱼差不多，不用加盐。吃海饭也走一走，再来看看一个地方，朝阳希望。现在里面的宝宝少了呢，退回去了。我吃中饭的倒也吃中饭，怎么这么可爱呢？我们家小刘生出来也是这样的，这个脑袋尖尖的，再讲5个海的，我再来了一打看身子噻。我只穿吃半出来着，现在带小蛋糕个前下来逛逛。我一寻个么子看见着脑瓶218块，我还看错他价。真的呢，大个230包，一只爱头里进个280包，一个爱头退休工资只还毛11张脑瓶。再来看看热不色，170包34片，一个爱头用400，随时700多，脑粉414块，460包439，一个礼拜1天。后半店看看，还有个地方再等我去，这还顶客着。